以色列发布战争状态的警报，关公司统计，目前咱国内各有5个旅行团伫当地哦，其中香港旅行团计共收29个人，今仔嘛对香港专机转来到台湾咯。尤其是讲哦，因为看到飞弹伫天顶的飞，实在是真恐怖。哈马斯向攻击以色列，引起冲突。向西旅行团拢总29个人，为香港专机搭国泰航空 CX564。原本按算初9早起10点会到台湾，因为机抓有慢分，11点外才转来到台湾。回国的旅客拢感觉心惊惊，讲有看到飞弹伫天顶飞。就很大声啊！我们2个人吓一跳，就是在空中爆发的时候是有声音的，像烟火的声音，可是可以看得到。那另外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追一个。他们在第一时间就是将我们带回饭店安置好，然后以我们所有人的平安以及状况，就是整个的状况为第一。乒乓协会表示，旅行团因为以色列战争的关系，造成行程取消。规定是要扣除所有相关必要的费用，甲剩的团费退予旅客，包括签证、机票，尤其加上转机费用无法度核退，会造成民众重大损失。延后出发或者是其他的方式的话呢，可能可以降低一些损失。如果是在以色列加沙地区的话，因为属不可抗力还有不可归责当事人的事由，所以任何一方都可以去解除契约。关公司嘛已经公布相关解约退费处理的原则，旅客取消经过加沙地区的行程，旅行社应该照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14条，除了已经承退旅客内的规费，也有已经纳去必要的费用以外，剩的钱会全部退予旅客。取消的若是无经过加沙地区的行程，都适用第15条。虽然甲剩的钱退予旅客，不过旅行社会当向旅客收5%的费用来加做补偿。另外，因应以色列局势发展，国泰航空宣布取消10月初10为香港飞去特拉维夫国邦飞行机的机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